2023年的最后一天，我们一起来赞美神，请大家站立，我们一起来敬拜神，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拍手。雪彩中的星星可以将大山挪开，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细心的祷告神都听见，大声宣告勇敢向前，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郁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恩美。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郁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恩美。你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恩美，都是恩美，都是恩美。都是爱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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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爱美。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神所赐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亲爱的弟兄姐妹，2024年即将到来，让我们在此一起聚集，一起赞美，将一切的荣耀归给在天上至高的神。哈利路亚！主宰荣耀能力，生生不息，万物都是神迹。靠着耶稣，我们成为神的子民，一生一世宣扬耶稣生命。奇妙测试全能真神，再来君王，是天君一同高声颂扬，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给他喜悦的人。风风雨雨不能阻挡我热的心，困难不能停止使我脚步。我已决定一生一世跟随耶稣，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前行。虽然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靠着喜悦，我却信靠顺服，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给他喜悦的人，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
赐出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给他喜悦的人，在地上平安给他喜悦的人，在地上平安给他喜悦的人。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就是被神对我们的爱所吸引，所以我们愿意在这2023年的最后的一个时刻，我们来敬拜神，我们来跟随神，让我们就用这一首歌唱出我们对神的渴慕，唱出我们对神的渴望。我深深渴慕。心就不会哭，因为忍住就没痛苦。只有走过，只有走过有苦才明白，你灵运行即是荒芜，你应许做我永远的福，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神都记住。就算生命没有路，我还要跑向我的主。我渴慕，我渴慕，我渴慕，我深深渴慕，我一生能紧紧抓住主，我拿什么能报答你？拣选我藏在你隐秘处。我渴慕，我深深渴慕，直到年老我还要赞美主，决心走向在门十架道路，何等满足能够服侍耶稣。再来一次，我们再来一次，我们来唱。因为梦醒就不会哭，因为忍住就没痛苦，只有走过有苦才明白，你灵运行即是荒芜，你应许做我永远的福，我的名字你都记住，就算生命没有路，让我们一起来跑向我们的主，跑向我的主，扬起我们的心来向我们的神来唱说。我渴慕，我深深渴慕，我一生能紧紧抓住主，我拿什么能报答你？拣选我藏在你隐秘处。我渴慕，我深深渴慕，直到年老我还要赞美主，决心走向在门十架道路，何等满足能够服侍耶稣。各位弟兄，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可以跟随主，绝对不是偶然；我们可以服侍主，也不是偶然，因为这一切都是来自神的恩典，一切都是来自神亲自的拣选，
我们才可以跟随他，我们才可以来爱他，好不好？弟兄姐妹，邀请大家这个时候开口来献上感谢的祷告。谢谢神在2023年为我们带来的恩福，为我们带来的平安，为我们带来的健康，为我们使我们是一个有盼望，是一个有希望的人，好不好？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开口来献上赞美的祷告，献上赞美的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谢谢你带领我们，谢谢你祝福我们，让我们在过去的一个礼拜，主，我们衣食无缺。主，你祝福我们吃喝穿用够用。主，谢谢你使我们健康，使我们是一个有盼望的人。主，谢谢你在这个年当中，你对我们家庭的看顾，对我们的教会，主你的带领。主，我们为这一切，我们献上我们的赞美，献上我们的感谢。主，谢谢你让我们在2023年一路都能够跟随你，有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谢谢主，谢谢主，哈利路亚！谢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谢谢你在我们的当中。为何要拣选我？主，你为何那么爱我？没有想过爱那么多，不给主用我一生怎么过？主，你为何要拣选我？主，你为何那么爱我？没有想过爱那么多，不给主用我一生怎么过？我渴慕，我深深渴慕，我一生能紧紧抓住主，我拿什么能报答你？拣选我藏在你隐秘处，我渴慕，我深深渴慕，直到年老我还要赞美主，决心走向窄门十架道路，何等满足能够服侍耶稣。我渴慕，我渴慕，我深深渴慕，直到年老我还要赞美主，决心走向窄门十架道路，何等满足能够服侍耶稣，何等满足，何等满足能够服侍耶稣。我们刚才为了今年的所有一切来献上感恩。今年也许走的并不是那么顺，不合我们的心意，但我相信主的旨意都在其中。我们为一切献上感恩。除此以外，我们为了今年，在过去的10日当中，我们也许有犯错，也许有走错步伐的，也许有做了不合神心意的等点点滴滴。我们为此来献上祷告，为此来向主认罪，祈求神的怜悯，祈求神的赦免。我们一起开口，为了这些事情来献上祷告。耶稣来到你面前，要向你献上我们需要你，我们需
你来认罪，主原谅我们，原谅我们，也求神你的心灵亲自常常来指教我们，好让我们能够知道自己所犯的过错是什么，好让我们知道我们所犯的过犯是什么，好叫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每个家庭里面的事情献上感谢，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1月13号，明年很快就到了，剩下没几天，即将要产生新一任的总统跟立法委员。那么恳求上帝，守住咱每一位百姓，拢有智慧来选出，真正是为台湾百姓、台湾前途来打拼、来努力、来付出的总统甲立法委员。咱开声为了这个来献上祈祷。是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祈求，我们为着各位美丽因为着啥，众人自家礼物也算是主，我来献上这个祈祷，主，我祝你帮助我，你守住我每一个百姓，我每一个人拢有做出来来回，我知影我还要让你选择一个主你是为是会使带领台湾，突破这个困境，一起去总统，甲立法委员，我在花湾，在将官家，我对主你来是嘉许，对主你来立为一个肯定的事，愿意来服侍我心里，你的心接受，主啊，我将这个选举交托你的手。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在2023年即将要跨过新的一年，进入2024年的时候，主，我们要感谢你，让一群爱主你的弟兄姊妹，为了所有的一切，我们在这边再次献上我们的敬拜跟祷告。伫至宽的所在，严跟贵的上帝，对上平安，感谢主，你讲要归好你所欢喜的每一个兄弟姊妹。主，我真正感谢你。用这么多听来听我，主，我感谢你，一年来对年头跟年尾，你拢在照顾我，看顾我的家庭，看顾我每一个人的工作。希望在这个年内面，我依然充满着最喜怒哀乐，总是主，我甲欢喜的人同齐欢喜，甲悲伤的人具体三个悲伤。主，你予阮这么多听的时阵，真正我们搁一遍来到你的面前，感谢阿罗你，感谢你施恩赐福，看顾我每一个家庭，我们的教会。主啊，这一年我们的家人教会在惊涛骇浪中来经过。主啊，我们不晓得你的心意是如何，但是我们尽到我们所应该要尽的要做的。主啊，我们相信你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你的身体。我们要将一切前面的道路仰望摆列在你的面前。求主你亲自来掌管，你尽你的话，加做阮教会，加做阮每一个兄弟姊妹，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阮一生要学习耶稣基督你的款式。主啊，阮也感谢你，找你的独生圣子，为着阮所犯的罪过。主，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钉十字架，
牺牲你的生命，流出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主啊，我们是不配的，但是我们感谢上帝，你依然爱我们每一个人。谢谢你，感谢你赦免我所犯的罪。主啊，在我的心中，我有当时做自私、骄傲，甚至我里面论断人，我失去做听，甚至我在我的中间也有做这无实在、无正确的消息甲言论。主啊，求你赦免我的所做，我人做愚妄。主，求你亲自来赦免。在新的一年开始，我们个都等来到上帝你的面前。主，求你台湾正人会困求基督。你讲，既然阮在你的面前来认罪悔改，主，你就要赦免我，你就要算我的过去。主，我感谢你，将阮抱在你的怀抱中。我也确信，我要得到上帝你最听，你的恩典未够也万能。主，我特别感谢你，当我人生面临这患难困苦、无倚靠、忧愁挂虑的时阵，你真做阮正人的帮助。主啊，特别我也要将阮这个国家摆在你的面前。主，你是世界的光，你是阮世间人的光芒。主啊，离开你，阮就拢袂通做甚物货。阮也确信，上帝你的圣神甲阮同在时，阮就会通做万事。主啊，你用阮伫你无恶正的事，当阮要将阮的国家交托伫你的手中，特别阮为着阮现实的这文武百官来祈祷。主啊，互因所行所做，拢会通为着百姓，甲阮的国家的发展来拍拼、来努力。互因所做会通存公义、谦卑，毋忘会通照着上帝你的真理来行。主，你的听临到伫阮的国家，将阮的国家文武百官拢会通顺服伫你的面前。特别伫1月13要来进行这个总统跟立法委员选举的时候，主啊，我们要求你掌权在这个世上。靠人，我们真的没有希望，但是我们唯有将这个选举，主，你要所重用的政党，你所要用的每一位我们的民意代表，主，求你亲自来拣选，能够为我们的国家利益做出发点来着想。主耶稣，我们真的要将这件事情完全恭敬摆列在你面前。主，今天晚上我们在这边的敬拜赞美，跟我们的快人祷告会，我们真的求你圣灵跟我们同在。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感谢主，在过去的1年，他恩典够我们用，他的带领让我们都得到平安，得到盼望。在新的1年的开始之前，我们要来回应主，我们要用一生来跟随他，我们要奔跑天路，永远不放弃。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哪里？每个难处的不离，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
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各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每个难处的鼓励，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我们一起来对主说：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至战至情，各苦楚要成就，其中无比永远的荣耀。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我们靠主得胜，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至战至情，别苦楚要成就，其中无比永远的荣耀。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在这爱的路程里，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接着，我们为教会的意向来祷告。没有意向，没有方向，我们教会是空转。我们也没办法为未来教会方向来祷告的时候，这个教会真的是没有力量，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所以我们要为了教会的意向，为教会的方向。虽然现在是一个危机，但是我相信也是一个转机，因为神是做新事的神。我们一起同心合意的为教会的意向来祷告，同时我们也为了教会聘牧这件事情来线上祷告。我相信两的是一件事情，不管是我们意向或是聘牧，我相信神在这当中都会要让我们有很好的学习功课，都让我们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在灵命上面要来成长。我们为此来线上祷告，为了教会的意向，为了教会聘牧来祷告，一起来开口祷告。弟兄姐妹请坐，大胆的向你来祈求，我们要向你来祈求，我们需要意向。你的教会迦南教会，主，我们要向你来求讨，我们需要意向，我们需要从神里而来的意向，我们需要从神里而来的给我们的意向，给每一个人，给每一个弟兄姐妹，给每一个小组长，给每一个全体同工，给每一个长子，每一个长老，主，让我们每一个在我们教会里面所有的人，做我们领受你从你而来
受你的意象，主你赐给我们意象，你的教会。主，我们要为着我们的屏幕来祷告。主，我们需要。主，我们这个时候同心来到主你的面前。主，我们众弟兄姐妹聚集在你的面前。主，我们要向你来祷告，向你来呼求。主，相信这个时候，对于迦南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讲，这是一个艰难的时刻。主，但是我们又愿意一起聚集在主你的面前。主，向主你来呼求，向主你来寻求一个合一的心意。主，相信我们在你面前那忧伤痛悔的声音你都听见。主，我们在你面前那一个痛悔的心你也都看见。主，求你这个时候来帮助我们迦南教会的众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同聚集在你的面前。主，向你来寻求。主，让我们看见你要带领我们教会的意向是什么。主，你就将你的心意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是什么。主，你为什么要让我们来经历这样的事情？主，我们相信我们只要同心合一在你面前，主，你就要带领我们走前面那条道路。主，你看见我们的教会当中有许多弟兄姐妹需要造就。主，我们的儿童、我们的青少年需要牧养。主，我们的弟兄姐妹需要更多的栽培。主，我们的年长者需要更多的关怀。主，我们求你为我们预备一个合一的牧者。主，你所合你心意的牧者在我们的教会来为我们带领前面的道路。主，你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牧者。主，你就将这样的心意也放在那位牧者的心中。主，让他也同样听见主你的声音，也愿意接受你的呼召，来到我们的教会当中，与我们一起来走前面的道路。主，愿意在你的牧者的带领之下，我们的教会要成为一个赞美你的教会。主啊，赞美的声音要从这个教会来发出。主啊，祷告的声音要从这个教会来发出。主啊，更多我们聚集在一起来感谢主、赞美主的声音要从这里来发出。主，这个教会要成为荣耀主你的教会。求主你亲自来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在你面前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感谢主。好，感谢主。刚才在提到我们会跟主耶稣求意向。对，我们2024年即将来了，大家准备好了吗？好了，感谢主。有一句话说，方向比速度还更重要。有耶稣在我们这个方向里面做我们最好的朋友，他会永不放手的带领我们。我们用这首歌来一起敬拜我们的神。耶稣是我最好的朋友，无论什么时候，你都牵着我的手，我的心情只有你最懂，在不知不觉中，你充满我的生活，从我相信你的那恩宠，祝你和我起了化学的作用，从此以后我对自己说，一生跟你走，一起来说，耶稣我永不放手，有一种难以抗拒的感受，这喜乐无法用言语形容，你的爱是那么轻松，却让我深刻感动，有了你我其实就一无所求，跟随你不需要任何理由，你给我更加宽阔的天空，你的爱像一股电流，一路传到脚趾头，爱真是太奇妙，我永远不会放手。继续来赞美他。
用掌声一起感谢我们最好的朋友耶稣。大家累了吗？要坐下来吗？可以请坐，我的喉咙也累了。是的，神的爱，神的圣灵电流真的强大到可以穿到你的脚趾头。我们的神爱我们，但是他不会宠溺我们，不会就是任由我们，他会锻炼我们。主耶稣说，每一个人都必须经过火的试炼，所以无论你的光景如何，请记得圣经上有说，在我眼中你是最为宝贵，我爱你，我看重你，阿妹吗？阿妹。所以更何况我们还是神用重金买回来的。好，黑秀美。我未曾了解过你何等的爱，在我还软弱时，你就等待，你永不放弃我，你凡事相信，你爱就如大海，永不止息。未曾了解过你何等的爱，在我还软弱时，你就等待，你永不放弃我，你凡事相信，你爱就如大海，永不止息。圣洁神全然美丽，却是被我所吸引。我微笑软弱的爱，使你心点燃起来。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在你眼中我极宝贵。我虽软弱，跌倒羞愧，你仍看我为你宝贝。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在你眼中我极宝贵。我虽软弱，跌倒羞愧，你仍看我为你宝贝。我用眼一看，就深深吸引你。我向上的金莲落了你心。我用眼一看，就深深吸引你。我向上的金莲落了你心。我用眼一看，就深深吸引你。我向上的金莲夺了你心。我用眼一看，就深深吸引你。我向上的金莲夺了你心。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在你眼中我极宝贵。我虽软弱，跌倒羞愧，你仍看我为你
像一幅拼图，东拼西凑寻找所要的幸福，一心想追求完美，结果却伤痕累累，生命拼图也变得支离破碎。有些东西虽美丽悦目，却是陷阱，能叫人万劫不复。有时一念之差，铸成的大错难弥补，对与罪应坚决地说不。人的一生就好像一幅拼图，东拼西凑寻找所要的幸福，一心想追求完美，结果却伤痕累累，生命拼图也变得支离破碎。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无底洞，越是追求心灵越虚空，所做一切就像在捕风。永恒主所赐的是使人富足，不会带来任何忧虑或痛苦。介入，可不让它来重组，在它那里你有最美的蓝图。永恒主所赐的使人富足，不会带来任何忧虑和痛苦。何不让它来介入，何不让它来重组，在他那里已有最美的蓝图，何不让他来介入，何不让他来重组，在他那里已有最美的蓝图。接着邀请陈博士牧师，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在一次场合当中，好久不见的遇到陈牧师，也因着这样子，能够来有这个机会来邀请他来勉励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欢迎陈牧师。大家平安，大家平安。平安。回来迦南教会啊，真的有回家的感觉。好，虽然楼下变得很陌生啊，换了一个地方啊，外面也真的焕然一新啊，很不一样。但是呢，看到熟悉的人，哦，那个很久没有叫出的名字，哦，能够这样叫出来，脱口而出啊，觉得心里面好开心哦，好，真的是有家人的感觉啊。但是我也要自我介绍一下，因为我也看到很多我不认识的人啊。好，我是陈博志牧师。好，应该是第5任主任牧师啊，真正的牧师的青年牧师。好，那在迦南教会接受装备。好，那后来去开拓嘉光教会，那后来到美国服侍。好，那已经离开迦南教会已经有8年的时间哦。好，那去开拓嘉光是12年的时间。好，所以大概有12年的12年啊，安尼是11年啊。好，11年没有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敬拜啊。好，但是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些台上的服侍的同工啊，我觉得我好像回来参加青年礼拜啊，我刚刚我的血都快要燃烧起来了哦，真的是很开心呢啊，因为我都来迦南教会时啊，29岁，好，那年啦29岁，啊，现在呢，谢谢邱明姐啊，我今嘛49岁啊，好49岁，所以来迦南第一天啊，已经过了20年，好20年。木轩现在几岁？32岁，扣掉20呢，所以那时候是12岁而已呢。
好，20年前的时候，木宣家12岁啊，好，阿君一几岁？10岁。啊，新敏呢？不能够爆出来啊！时间过得很快啊，好，但是我只要跟我们的这个游牧师、刘牧师，还有世谦牧师，好，他们的服事呢，好，到今年，好，也是到今天，好，那大家一定是这个百味无感交集啊，好啊，一定是很多的不舍，好，因为我们经历过离开迦南这种依依不舍啊，好，但是在迦南教会弟兄姐妹祝福之下呢，我觉得离开迦南的这一段时间呢，好，让我人生有很大的成长。好，虽然没有继续增产报国啦，好，还是一样3个小孩啦，好，但是呢，这几年来啊，有没有觉得柏志牧师变比较成熟一点？有啊，还是很年轻，还是很幼气啊，这个但是我刚好这几年中刚好真正带着迦南教会的祝福啊，好，让我能够去和我们有20位弟兄姐妹去开拓家光。好，那在家光教会这样子学习，好，然后怎么样去在社区中间，好，招人来教会。然后，上帝带我去到美国去服侍，好，5年的时间，好，那在美国教会，好，也体验到，好，住在台湾呢，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因为中医长老只有给我10分钟所以不好意思站太久，而且好像现在时间已经到了，好，我的时间已经到17分，好，所以我已经时间用完了。好，但是我想，好，我今天晚上呢有3个经节要送给大家。好，我觉得也是我们迦南教会在这个阶段当中，好，是上帝要送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好，第一个呢就是撒迦利亚书3章6节，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什么？万军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好，这句话其实我来迦南教会就一直听到。好，刚才遇到彭辉长老，就跟他赶快问一下，迦南教会的跨年祷告会从什么时候开始？你第一次参加，有参加第1届的跨年祷告会的，请举手一下。哦，家军，好久，好，哦，家贼好，还是有。这我总不认识，你第1届就有参加了。好，第1届呢，好，至少在20年前，好，因为我来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好，应该是在庄德章牧师还在的时候。好，所以这20几年来呢，好，每几年，好，龙尾当迦南教会都有跨年祷告会。我刚来迦南嘛，刚刚就特别的，哇，怎么跨年不是去看烟火啊，不是去管进户啊，不是去那边跟人家人挤人，怎么在这边祷告？没有想到说，这个迦南教会的跨年祷告会，好，真的是带来每一年的祝福。好，所以在这个迦南教会的跨年祷告会呢，好，今天一起让我们能够送旧，然后呢迎新，好，预备好，在新的一年的第1秒钟，好，你就已经做好预备，好，来预备。好，所以我们在这个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耶和华的灵。好，我们的现任今天还算现任，好，牧者团队呢，好，他们要去开拓教会，好，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那我们呢？也要刚才杜家我们的长老有带我们祷告，好，顺正长老好为新任的牧者来祷告，好，这马西亚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好，所以我相信，好，这迦南教会已经很久的时间，好，没有牧师，不是拍谁，很久的时间没有牧师，好，就是迦南教会已经很恩典一直都有牧师，20年以上都没有断过。但是呢，这是我们的一个机会，因为这段时间我也去看到不同的教会，在没有牧师的当中，结果呢，教会更成长，好，也有这种教会没有牧师的期间呢，好，长老执事弟兄姐妹更同心，因为这是一个机会，好，这是一个机会，好，所以我们要为现任的牧者团队，为他们在青埔的开拓来祷告，也为上帝接下来要预备的牧者。好，来祷告，好，因为真的是要依靠耶和华的灵，也要为在这一段期间，上一任牧者到下一任牧者中间，谁要当我们的牧者？好，上帝当我们的牧者，但是呢，教会里面的事务大大小小事情呢，都是我们的长老，所以要为我们的长老，好，他们也要身兼牧者的责任，好区长、小组长、执事，好，同工。都要成我们的遮盖，好，所以要为他们在这段期间，好，因为知道一个教会要聘牧没有那么容易，好，那个
短呢1年算快，2年呢好算正常，好3年呢好这个就是很难讲。有的教会习惯没有请牧师，每个礼拜都请不同的牧师来讲道，回又讲安尼嘛袂歹呢，好定定让我考比哦，好但是呢不能够长期，好所以让爱拍拼祈祷了，好希望呢能够在上帝所定的时间好能够预备牧者。第二个经文呢好是在弥迦书6章8节，好世人啊，耶和华向你所要是什么呢？只要你第2、第3，然后呢？哦，太厉害了！该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好，大家圣经拢真熟了，弥迦书6章8节。好，我们要接下来就是刚才祷告的。好，因为我们的台湾也面临一个很重要的时刻。好，4年一次的总统选举。好，虽然呢，好这个结果是在上帝的手中。好，但是呢，我们要选的候选人就是要按照弥迦书6章8节，行公义，好人民，存谦卑的心，跟上帝啊同行。好，所以我们这次只有3组候选人可以选。好，不知道怎么选的时候呢，就是按照弥迦书6章8节，好，选一个真的走在公义、谦卑，好，能够对人民有怜悯的心，才能像是一个耶稣的这样的牧者一样。最后一个经文呢，好是哥林多后书5章17节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好，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18节，一切都是从上帝而来，而且他借着我们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并且将这个使人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哥林多后书成为新造的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跟上帝和好。跟你旁边说，要跟上帝和好。第二件事情，使人和好的职分。好，我们说一次。台湾的选举常常都是会对立。以前以前真的是只有2个可以选，蓝跟绿。那现在呢，比较平衡一点，加上一个白色。但是呢，这个冲突呢、对立呢，不仅是国家，因为耶稣在马可福音第3章说，一个国家若自相纷争，这个国家便站立不住；一个家一个家，那是自己在相争，这个家也站立不住。同样的，一个教会如果纷争，这个教会怎样也会站立不住。所以迦南教会，我从以前刚来的时候，那时候的长辈长老都讲，迦南教会啊，特色就是什么？甲我迄阵听到无同款，即马搁较听牧师啊。迦南教会特色就是和平的和。好，迄阵我拄来时，我听到长辈安尼讲，迦南教会的特色就是和睦。好，那我也觉得这个真是迦南教会一个恩典，好，就是弟兄姐妹好能够和平共处。而我们在选举好，在社会好的这个改变当中，我们会去计较，会去比较，甚至我们会去听到很多的抱怨，而我们的心可能会受到影响。但是上帝告诉我们说，要使人和睦的职分，而首先呢是要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我们跟上帝各和，与上帝复合。好，所以这个5章18节，我们跟上帝有和谐的关系，才能够帮助人与上帝也有和谐的关系。盼望透过今天这3个经节，好，能够祝福迦南教会好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好，第一个是撒迦利亚书3章6节，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第二个弥迦书6章8节，你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第三是哥林多后书5章17节的后面那一节。好，其实这一节我也不会背，我来再次念完整一点给你们听哦。一切都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使命赐给我们。好，盼望呢，迦南教会继续是一个与神和好、
与人和好，并且使人与神和好的教会。而新的一年即将要开始，在基督里，就是你要每一天打开圣经，每一天要读上帝的话。在基督里，就是每个礼拜你要到教会亲近神、敬拜神。文贵兄平安！我现在才看到你，不好意思这个有时候看到人都会很兴奋。好，然后呢，每一个月你要献上一个礼物。好，你要献上一个礼物，什么礼物？使人和好，自己要与神和好，也要使人与神和好。好，我们有时候会每个月会来奉献，每个月会来献上礼物，但是更好的礼物就是使人和好。盼望在2024年，我们都能够带着上帝的应许祝福，好，为牧者团队，好，接下来的牧者，还有在这当中的牧者，圣灵是我们的牧者。我要邀请大家，我们一起站立起来，好，我们来为我们的牧者来祷告，再次为牧者们来祷告，好，因为每一个牧者都是上帝所拣选，每一个牧者都是上帝所差派的，每一个牧者都有上帝交付伊的使命，愿上帝带领咱现任的牧者，在新的一年开始。因所去到的所在，有上帝应允上帝的同在，帮助牧者的团队会当开阔因的境界，会当引带更较多人来到伫主的面头前。咱嘛为着将来的牧者来祈祷，是上帝所差来合上帝心意的牧者，会当伫迦南教会继续来牧养主的羊群，也为着伫现主时的中间，咱所有的长老、执事、小组长、区长。为因来祈祷，因为因这个中间的调和，在这个中间所派的担是超过咱会当想象的。愿上帝帮助咱，让咱迦南教会继续是一个互人和睦的教会，是一个甲主更好的教会，是一个在主的内面会当成做新创造的人，帮助后一代、下一代、下一代的年轻人，能够看见盼望，能够看见教会的将来，也看见社会国家的前途。咱做伙出声，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是来主上帝，愿感谢你。伫今日2023年的最后一天，我会当来到伫主你的教会，会当伫遮甲兄弟姊妹做伙来祈祷。主啊，这个教会是奉主的名所设立的教会。主啊，是要伫桃园市、伫中华路，主啊，伫桃园这个所在，诚做根，也诚做盐。主啊，感谢你使用我们每一个人，都当诚做上帝你的车音。愿上帝你大大来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主啊，愿你的灵大大的充满加添在每位牧者同工的身上，在接下来日子当中，主啊，有上帝的同在，我们每天能够与主相亲，与主相近。主啊，在前面，主啊，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主的慈爱永不离开你。愿上帝你的应允平安，甲进当刚进步者三家地地，愿咱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也这请坐。感谢陈牧师这么好的勉励吼，感谢主。继续咱为着教会儿童、青年跟成人等牧区，以及各个行政部门、崇拜、传道、总务、教育、财务跟教会的社区事工，我们为这些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单位，特别是儿童跟青年，我们看到在过去我们儿童青年我们还没有很着力在这边但是我们发现这个是我们要调整的部分，所以请各位大家一样同心为这些的事工，为这些的部门，为这些的同工们来献上祷告，求主圣灵亲自来带领教会各部门。谢谢你，主，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要一起来为着我们2024年
教会里面的许多的事工来祷告。主，我们在未来的2024年，我们不清楚我们会遇到怎样的事，我们不清楚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不清楚我们的困难是什么。但我们相信的一件事情，我们非常清楚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主耶稣。主耶稣，你会成为我们的帮助；主耶稣，你会成为我们的眼目；主耶稣，你会成为我们的高台；主耶稣，你会成为我们的力量。因为你是我们的信心，你是使我们有信心，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盼望的人。主，我们相信，我们将我们2024年我们所有教会里面的事工，无论是成人牧区、青年牧区、儿童牧区、总务部、崇拜部、传道部、各样的部、小组事工，我们的长老、我们的执事，我们所在2024年我们所规划的，主，我们虽然我们暂且没有牧者，但是我们有大牧者，就是我们的神，在我们的前头带领我们。我们相信，在2024年，神你的祝福，就像你所赐给我们的每一天一样，每一天都会用你所造的太阳来照亮这个大地。我们相信神你的光也会继续照亮在你的教会迦南教会，在我们规划的每一个事工上面。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我将我从灰烬里拾起，恢复我做你宝贵儿女。父神，我愿更多明白你心，了解你为何微笑，为何哭泣？活着不再为自己，我们要成为你的爱的器皿，成为你爱的器皿。父神，我愿与你同行同行，能与你一起微笑。我对这时代有心意，你愿不愿意为我去？父神，我愿体贴你心意，我在这里，我愿意，我愿意。我渴望看见每颗心会转向你，听见敬拜声音在全地响起。我祷告，看见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我盼望看见每个人走入你的，见证生命转变的伟大神迹。我愿意成为那麦子落在土里，结出许多子粒，祝福这里。我渴望看见每颗心会转向你，听见敬拜声音在全地响起。我祷告，看见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我盼望看见每个人走入你的，见证生命转变的伟大神迹。我愿意成为那麦子落在
接着我们邀请慧静姐来分享见证主在她身上的一切作为。弟兄姊妹平安，平安，牧师平安。在开始预备见证的文字稿，我就求主帮助我，求主圣灵与我同在，与我同工，叫我的见证不是出于我自己，而是从神的感动而来的。也回应杨忠生牧师他对我们的教导他说不要再说我没有时间，我不行，我不敢，我不会。说真的，当田处宇长老来找我说希望我祷告会来分享见证的时候，我真的不敢，因为我没有在这么多人面前开口讲我的见证不成所以我有点惶恐。但是感谢主，在当下同时也有一个声音说不敢就要操练，没有信心就要操练，害怕就要操练，不会就去学吧。我觉得从杨忠生牧师的那些教导，我也受益匪浅哈。好，我有3个孩子，其中有一对是双胞胎，一男一女。我的儿子大约在3、4个月的时候，婴儿时期，那因为喝奶呛到了呼吸道。我的孩子双胞胎是怎么喝奶的呢？我一只手拿一瓶奶瓶，所以2瓶嘛。那我是在半梦半醒之间在喂小孩的。我还有一个孩子大1岁所以我很累很累。那对当下我有感觉，因为半梦半醒之间，我感觉有一个奶瓶怎么好像没有在吸吮呢？我就惊醒过来，那一看我儿子，他的脸竟然渐渐的变紫色的，哇，真的是吓坏了我，我的天崩塌了，真的是塌下来了。那当下我就抱着那个我儿子一动都不动摇他都没有反应。我感觉他好像没有呼吸了，没有呼吸，对，我真的是吓坏了。那我就赶快狂奔到我们家附近的那个福泰医院。那在那个很紧急的状况之下，我做了一个很简短的祷告，大家都知道，就是主啊，救我的孩子，救我的孩子，让他能够活过来。如果我这个孩子能够平安的活过来，我愿意将这个儿子献给神使用，在神的国度成为神贵重的器皿。那之后，后来医生就告诉我说，你再慢几秒来，你儿子就没了。你看到的将是一具冰冷的身体当我听到医生这样说的时候，我真的很感谢神，很感谢神，神救活了我的儿子，神垂听了我的祷告，使我儿子这样活过来。我知道，在我不是一个很完美的母亲，在我儿子成长的过程，我带给他不少的伤害，所以他至今仍然是耿耿于怀，不认同我这个母亲，也不谅解，所以我跟他的互动常常是他是很愤怒的状态回应我。那我就曾经质疑的问神说：神啊，这不是我要献给你
成为神国度贵重的器皿吗？为什么我的儿子怎么变成某龟仔囝？哎，某龟仔囝大家应该听得懂吼，就是很叛逆的孩子。对，那我心中有太多的那个为什么哈？为什么有太多内心深处有太多的心碎啃食着我？感谢主，我的心情虽然像沙漠久逢甘霖，但是神他差派了一位天使，他的名字叫田处鱼，他来找我加入小组，透过小组有真理的教导，团员的彼此扶持、关心、带导，在灵命、属灵的生命上得到很多的造就和这个提升。感谢主，神真的很奇妙，神的次序啊，我真的很好奇，他不是先改变我的孩子。让他变乖变孝顺，顺我的意思。神是先改变我这个母亲的心态，那不再看他没有的，而是看他有的，而且在神面前献上我的感谢。那以赛亚书55章8到9节，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我们的祷告，神也许不是立刻。也许不是马上的答应我们，但是神一定会回应我们啊！虽然我跟孩子的关系还没有恢复在10年前那样子融洽的关系，但是我还在这个磨练当中，还在这个试炼当中。但是我确信，我相信神，我依靠主，必要经历那个逆转胜的荣耀对，我们的信仰是可以夸我们的软弱，好让主的能力复庇我们哈。阿门。好，阿门。其实还没讲完。OK， 其实主的见证是永远讲不完的，好，永远讲不完的哈。好，那谢谢慧静姐哈。那接着我们请美秀姐啊，大家都有印象，如何从病危通知大家的会友一起关心、一起带导，跟神的掌权之下，他又来到我们当中，一起来见证。各位朋友平安我是恩典小组，我是美秀。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神如何在我生病的过程当中，用他大能的手托住我。在今年复活节早上，我在圣歌队准备献诗的时候，发现我的呼吸不到空气，我头昏目眩，然后到圣保禄医院去挂急诊。经过大大小小的检查后，我被告知是肺栓塞，当时情况并不乐观。医生预判我有可能需要开刀，因为他们的医院无法处理，建议我转长庚。这时候我接到我人生中第一个病危通知，当下我其实很茫然，因为医师说我可能需要气切，但是我很抗拒，想说如果救不回来，那我回天家应该也是一件美好的事吧。在这紧急的时候，神差派许多天使，有教会的姐妹、区长、小组长都前来关心，连牧师也从礼拜晚赶到医院来为我祝福祷告。我的孩子都在台中彰化，他们无法马上帮我处理转院，都是透过教会的姐妹一路的陪伴与帮助。在抵达长庚医院要进入加护病房的时候，神他很爱我，原本3个孩子无法赶到，也都见到面了。同一时间在教会也立即在祷告网发布消息，整个教会都在为我的病情代祷。感谢神，我在加护病房观察治疗后不需要开刀，3天后出加护病房，住普通病房1个礼拜后出院。因为出院后，医师嘱咐我不可以剧烈运动，不可以提重物，要预防跌倒。因为我服用抗凝血药物，血管很薄，很容易出血，咳嗽也不可以太用力。因为生病期间，所以我需要休养半年以上才可以工作。从4月份
发生到现在，经过将近8个月，神保守我，使我的病情稳定。除了前期有咳血、牙龈出血外，后面的病情也控制得很好。这个月初复查，电脑断层报告出来后，医生告诉我，片子上已经大半左右的阻塞状况都已经清楚了，看不见了，血管也都很干净，所以不用再吃药。感谢赞美神，我现在是一位健康的人。感谢神，哈利路亚！我知道神没有接我回天家，是为了要让我在病情当中学习如何依靠他。他让我明白他是掌管万有的神，生命在于他，他要我用信心来仰望他。诗篇34篇4到5节说：“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一切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感谢阿爸天父，他医治我的病，又让我恢复圣歌队的服事。每个礼拜我可以来敬拜他。他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感谢神也赐给我一个属灵的家，这里有弟兄姐妹的爱与包容，在我惊惶无助的时候伸手扶持我。感谢迦南教会每一位为我代祷的会友，感谢阿爸天父将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他。好谢谢美秀姐，她再次看到神是真的是做心事的神哦，神是听祷告的神。好，那我们接着我们为自己，好，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也为自己身心灵健壮来祷告。为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自己愿意付上代价，也许付上学会的代价，也许是付上时间的代价，来接受门徒训练，愿意来接受装备，因为唯有接受装备，我们灵命才能增长。就好像学生这样，每一天读书的时候，他回去要复习、要温习。但我们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其实只领受不够，我们还要自己在读神的话语，来接受装备。透过牧师、透过学者他们对圣经的理解，然后再分享给我们的时候，让我们灵命能够来成长，让我们愿意来接受装备来祷告。也愿意委身于教会的一项事工来祷告，让我们付出是为了来服侍神，不是来服侍人。好，让我们能够真的愿意来为教会来付出。好，我们为了这些来献上祷告，一起开口来祷告。说哪里是教会？其实我们就是教会。当我们为着众信徒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是为教会祷告。我们常常说我们为教会祷告，我们到底为什么祷告？其实就是为彼此祷告，好不好？我想邀请大家，在这当中，我们彼此，神让我们能够在他面前顶天立地，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但是我们却还有双手。神就是靠着我们愿意伸出双手来，让他的恩典跟我们一起在我们当中永留。想请我们看看左右的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就在我们当中，我们把这个连结的网连接起来，我们用彼此的连结，让我们当中没有人被孤立在这个圈圈之外，也没有人把自己独立在这个网子之外。我们就让我们左右能够串成一个连结的网，让神的恩典时时刻在我们当中永留。嘿，站起来，对，嘿，站起来，我们在神面前站立得住，然后我们能够找到我们最靠近我们的，然后让最边边角角的弟兄姐妹们不要被落单，我们能够一起连接起来。好，在教会当中，我们也要常常有彼此的帮忙跟帮助。我们快要走出去我们自己所在的位置，只是为着要让我们跟彼此之间的弟兄姐妹能够连接起来。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有一群爱你的弟兄姐妹，我们愿意走出来，在教会当中，我们见证你的爱，愿意用我们的双脚来见证你的爱，用我们的双手来见证你的爱。愿主你的慈爱，你神奇妙的带领，
在此时刻，在我们当中，你圣灵在我们当中涌流，使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孤单的，没有一个人在教会之外。只要愿意走进教会当中的，甚至我们心里面也默默的想着，我们家里还没有在我们当中的我们的家人，那也是我们靠着我们的思念，靠着我们的祷告，就能够和我们的家人一起在主的面前提名他们，让我们家人一同蒙受主的恩典。主啊，我们为着我们从你而领受到的恩典向您感恩，我们也为着我们能够把你的恩典向我们左右，向我们邻舍，在教会当中涌流出来，我们这样的福分与你一同同工，我们来感恩。愿主在我们当中做王，做我们的恩典的帮助。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现在时间来到11点53分，哦，紧张的时刻还没到，我们要来继续的来敬拜。好，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们一起站立来敬拜神。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宣告，阿们。芥菜种的信心，可以将大山挪开。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信心的祷告，神都听见。大声的宣告，大声的宣告，勇敢向前。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郁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安慰。芥菜种的信心，可以将大山挪开。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信心的祷告，神都听见。大声地宣告，勇敢向前。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虑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安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虑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安慰。这边的弟兄姐妹来赞美。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虑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
分钟。要讲很慢。我们将我们自己的心，我们将我们自己的感谢献上给神。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将我们的感谢，将我们2023年的祝福，以及我们即将迎接2024年的时候，求神来祝福我们，来领受神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在2023年你对我们的看顾，对我们的带领。主，我们在这里面，我们经历了许多的喜怒哀乐。主，我们经历了许多的酸甜苦辣。主，我们谢谢你，因为这一切都因为有你。在这2023年即将结束的最后，主，我们将我们所承受来的这一切的喜怒哀乐，我们所承受的酸甜苦辣，主，我们都献上我们的赞美。主，我们都献上我们的赞美。主，我们要将这一切，我们都要交托给你，因为我们都要交托给你，我们都要卸下，因为我们相信在这2024年，我们要带着神你给我们的应许，我们要带着神你所给我们的盼望，主你所带给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勇气，所以我们要勇敢的去承接2024年。谢谢主，哈利路亚，谢谢主。到台前来，我们邀请陈牧师来到台前，所有长老一起来到台前，准备，我们准备要倒数了，准备了在这时刻，我们要倒数了，准备了，是很期待了。好，来哦，咱准备哦，咱小等哦。好，咱来画，从10开始哦，预备，10、9、8、7、6、5、4、3、2、1。快乐！芥菜种的信心可以将大山挪开，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下一页，清晰的祷告，神都听见，大声的宣告，勇敢向前。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郁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恩典。芥菜种的信心可以将大山挪开，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清醒的祷告，神都听见，大声的宣告，勇敢向前。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郁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恩典。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郁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恩典。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
是阿妹，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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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阿妹。再次把最大的掌声来献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最棒的事情呢，就是在一年的开始呢，把最好的献给上帝哦。所以呢，我们已经在2024呢的第1秒钟，好就献给上帝。也相信从今年开始呢，到今年要结束，你再回来参加跨年祷告会的时候呢，会听到更多的见证，更多的祝福，更多上帝的同在。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主，让我们能够从2023进入2024，在耶稣基督里面，一切都是新的，旧事已过，都成为新的。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使人和好的职分，也感谢你带领我们能够建造基督的身体。愿上帝你的灵继续的与牧者团队、与我们的长老执事同工团队，以及与我们的众迦南教会的弟兄姐妹每一个家庭同在，能够在上帝的祝福当中看见2024充满美好。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与感动，与众人同在，在新年当中看见上帝做新事，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帕帕九应跟各位兄弟，阿门。不想睡觉，继续。好啊，祝大家新年快乐哈，新年容易。那我们那个1楼那边有准备一个小小的那个宵夜哦，啊不用客气哦，啊那个请笑纳哈。好，我们今天的跨年祷告会到这边为止，谢谢。